負責任博彩系列繪本《扭不倒的蛋》，主辦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資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河馬同學喺扭蛋機入邊扭出咗特別版魔法星星兔公仔，佢好開心，攞住啱啱扭出嚟嘅公仔彈下彈下咁跳返屋企。喺路上，佢遇見狐狸寶寶，就話俾狐狸寶寶聽自己扭到隻魔法星星兔。狐狸寶寶用羨慕嘅眼光望住河馬手上嘅公仔，嗰個係佢一路都好想要㗎。狐狸寶寶亦都好想得到魔法星星兔，佢就將每日爸爸媽媽留俾佢嘅飯錢存起身，每日淨係買最平嘅麵包食，所以佢就好快覺得好肚餓。狐狸寶寶眼見扭蛋機中嘅玩具亦都所剩無幾，佢認為扭中嘅機會應該越嚟越高，但係越期待就越失望。雖然身上已經冇晒錢，但係佢好擔心俾其他人扭中，成個下晝都唔肯離開。就咁樣過咗1個月，狐狸媽媽除咗發現屋企出現好多扭蛋公仔之外，亦都注意到狐狸寶寶開始心情低落同身體瘦弱啦。今日狐狸寶寶再次去扭蛋，眼見爭少少就扭到特別版魔法星星兔，覺得自己運氣好差，覺得好唔開心，好激氣。再一次為咗扭蛋使晒所有錢，唯有垂頭喪氣咁返屋企。喺返屋企嘅路上，狐狸寶寶決定將多出嚟嘅公仔送俾朋友，同朋友訴說自己嘅難過。小動物喺接受公仔嘅同時，亦都安慰狐狸寶寶。狐狸寶寶返咗屋企之後，心情依舊悶悶不樂，因為將錢都攞晒去扭蛋，冇好好地食飯而影響到身體。佢揞住個肚，同媽媽哭訴自己好辛苦，好唔舒服。媽媽帶住狐狸寶寶去睇醫生，原來係得咗胃病。於是狐狸寶寶將事情嘅經過同埋自己嘅不甘心嘅感受話俾爸爸媽媽知。爸爸媽媽聽完事情嘅來龍去脈之後，爸爸同佢解釋，扭蛋係機率遊戲，只係娛樂嘅一種，唔應該將飯錢同精力都放喺扭蛋上邊，咁樣會影響健康。媽媽就表示，如果狐狸寶寶好想要魔法星星兔，可以制定儲錢計劃，儲夠錢後再購買。聽完爸爸嘅講解之後，狐狸寶寶明白扭蛋機扭出嘅次序係早就安排好晒嘅，無法預計跌出嚟嘅時機，停止咗不斷使錢去扭嘅行為，並且按照媽媽嘅儲錢計劃，成功咁買到魔法星星兔公仔。